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期視頻。喺香港演藝圈嘅黃金時代，羅君佐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。佢冇主角光環，但憑借住香港8·1入邊嘅斌仔、天龍八部嘅包不同、神雕俠侶入邊嘅陸清督等經典配角深入民心。佢未曾大紅大紫，卻靠配音、模仿、編劇等多方面嘅才華，成為業界嘅標杆。連王祖藍都尊稱佢為模仿大師。不過呢位熒幕上嘅黃金綠葉，現實中卻行咗一條布滿荊棘嘅路，10年抗牙嘅生死搏鬥，終身未娶嘅深情堅守，令佢51年嘅人生比起任何嘅劇本都更加嘅動人。2005年46歲嘅羅君佐正處於演藝生涯嘅穩定期，點知突然間俾病魔按低咗暫停鍵。之前佢因為長年拍戲作息唔規律，已經埋下咗健康隱患。而命運嘅打擊嚟得猝不及防，曬大動脈瘤、腎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等頑固嘅疾病接踵而至，好似一張無形嘅網將佢纏住。起初佢想隱瞞病情，繼續堅持拍戲，但身體嘅衰敗大家有目共睹。2005年之後，佢參演嘅劇集數量大幅降低，從每年多部跌到得返寥寥幾部，就算出鏡都難掩佢嘅憔悴。真正嘅危機喺2008年爆發，糖尿病引發嘅併發症令佢隻腳生瘡，細菌感染擴散得好快，醫生只可以做刮骨嘅治療，連續2個星期刮骨之痛都止唔住個病情，因為糖尿病導致傷口無法愈合，感染隨時可能蔓延到全身，醫生最終俾出咗殘酷嘅建議，切咗個右腳保住條命。對於一個中意表演、習慣周圍奔波嘅演員嚟講，截肢無疑係毀滅性嘅打擊。但羅君佐冇崩潰，佢平靜嘅接受咗手術，淨係喺術後同口友講：失去咗一條腳，唔係失去全世界。2009年嘅9月30日，第一次截肢手術好順利，但命運嘅考驗仲未結束。術後2個月殘留嘅小腳傷口仍然唔識愈合，感染持續嘅惡化，醫生再次發出警告，必須再截肢一次，否則危及生命。今次羅君佐要切除佢嘅半截小腿，相當於右腿同膝蓋以下全部冇咗。面對接二連三嘅打擊，佢依然保持住標誌性嘅樂觀。手術前仲開玩笑安慰醫護人員：乾脆一次切乾淨，免得麻煩。喺2次截肢之後，羅君佐並冇向命運低頭，佢積極嘅配合安裝義肢，忍受住常人難以想象嘅疼痛練習行路。就算只可以靠輪椅出行，佢都從來未放棄過對生活嘅熱愛。2009年底，佢坐住輪椅參加公益活動，鏡頭前嘅佢笑容燦爛，仲主動分享咗抗癌心得，鼓勵其他病友：疼痛係考驗，但唔係懲罰，只要心態唔倒，就總有希望。更令人敬佩嘅係，佢喺身體極度虛弱嘅情況下，仲堅持客串咗《金國梟雄》入邊嘅美鋪老闆一角。鏡頭前嘅佢神態自若，完全睇唔出啱啱經歷過2次大手術。呢份敬業嘅精神令劇組所有人都好感動。2001年初，羅君佐同無線電視續約，兼顧目前表演同幕後工作，甚至計劃舉辦棟篤笑專場，希望以全新嘅姿態回歸公眾視野。仲出版咗自傳《我走過死蔭嘅幽谷》，親自講述咗10年嘅抗病經歷，將痛苦轉化為力量。呢本書一推出就引發咗熱議，鼓舞咗無數身處困境嘅人。同年1月，佢憑借住頑強求生意志同積極嘅人生態度，獲得咗第13屆10大再生勇士嘅選舉嘅傑出生命獎。呢個獎項係對佢生命鬥志嘅身份最佳認可。命運嘅殘酷最終都係超出咗預期。2010年嘅11月12日，羅君佐因為突發性心臟病被緊急送咗去廣華醫院。心臟同呼吸一度停頓咗20分鐘，經醫生全力搶救後恢復咗心跳，但一直處於昏迷狀態，被送入深切治療部監護。我友們陸續嘅趕到醫院守護，祈禱奇蹟嘅發生。不過持續嘅病痛早就耗盡咗佢嘅生命力。11月13日嘅晚黑6點38分，羅君佐因為心臟嘅衰竭安詳嘅離世，終年51歲。佢嘅離去帶住令人動容嘅無私。早喺抗癌嘅期間，佢就填咗器官捐贈卡，承諾死後將所有可用嘅器官無償捐贈。臨終前，佢留低遺願，將全部嘅遺產同保險金捐咗俾梅艷芳生前所創立嘅
梅艷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會用一生踐行咗助人向善嘅信念。喪禮上，親友們用掌聲代替哭聲，送別咗呢位一生樂觀善良嘅藝人。TVB 亦都製作咗專題節目《東張西望》、娛樂頭條回顧咗演藝生涯，等觀眾再次銘記呢位金牌綠兒嘅風采。喺羅君佐嘅情感世界入邊，最濃墨重彩嘅一筆就係同梅艷芳嘅深厚情誼。兩人相識於上世紀嘅80年代初，嗰陣時嘅梅艷芳仲未大紅，喺酒吧入邊唱歌謀生。羅君佐就啱啱加入咗香港電台做播音員，相似嘅底層打拼經歷令佢哋一見如故，好快成為咗無話不談嘅摯友。呢段友情冇因為後面嘅身份懸殊而褪色，反而喺歲月中越發堅固，甚至留低咗足以載入港圈史冊嘅動人瞬間。1987年係羅君佐生命中最黑暗嘅一年，媽媽因為肺癌離世，哥哥遭遇車禍身亡，雙重打擊令佢瀕臨崩潰。為咗支付喪葬費，佢已經花光咗所有積蓄，連食飯都成咗問題。遠喺日本工作嘅梅艷芳得知後，即刻託人送嚟咗一張空頭支票，只留低咗一句話：需幾多填幾多，唔好同我客氣。呢份毫無保留嘅信任令羅君佐熱淚盈眶。但佢始終堅守住清貧同尊嚴，佢只寫咗3700蚊，啱啱夠支付媽媽嘅喪葬費用，冇多攞一分錢。多年後佢自傳中寫道，佢俾個唔係錢，而係絕境中嘅光，呢份情我一世都還唔清。更令人震驚嘅係梅艷芳曾經為佢擋槍嘅往事。一次兩人喺酒吧聚會，羅君佐因為小事同其他人發生咗爭吵，對方情緒激動，掏出咗槍指住佢，千鈞一髮之際，梅艷芳毫不猶豫嘅衝上嚟，擋喺羅君佐嘅身前，對住持槍者講：有本事衝我嚟！對方俾佢嘅氣勢震懾，最終離去。呢段經歷令羅君佐將梅艷芳視為至親。佢後面回憶：呢一刻我知道佢係願意為我付出生命嘅人。2003年，梅艷芳因子宮頸癌離世，羅君佐悲痛欲絕，連續幾日閉門不出。之後7年，無論身體狀況點樣，佢都會去梅艷芳嘅忌日掃墓，風雨無阻。2009年2次截肢之後，佢坐住輪椅，有好友攙扶住前往墓園。有人問佢何必咁執着呢？佢坦然嘅回答：答應過嘅事，就算爬都要做到。呢份堅守，直到佢生命嘅最後一年都冇中斷，成為港圈最動人嘅友情傳奇。羅君佐嘅情感世界並非只有友情，亦都有過2段刻骨銘心嘅愛戀，但因為現實原因遺憾落幕。20歲時，佢同一位圈內女友相戀，兩人一度感情好好，但呢段關係最終因為信任危機破裂。女友為咗博取關注，向媒體洩露咗同梅艷芳私人交往嘅細節，仲加油添醋嘅編排咗緋聞，令羅君佐深感憤怒同失望，最終選擇分手。今次經歷令佢對感情產生咗戒備，亦都令佢更加珍惜同梅艷芳之間嘅純粹友情。46歲時，羅君佐遇到佢第2段心動感情。當時佢因病住院，一位年輕嘅女學生作為志願者前來探望。溫柔嘅關懷令孤獨嘅佢感受到久違嘅溫暖，兩人逐漸產生咗情愫。不過，此前嘅羅君佐已經被多重疾病纏身，身體狀況日益嘅惡化。佢深知自己俾唔到對方幸福，反而可能成為拖累。經過痛苦嘅掙扎，佢主動疏遠對方，將呢份愛慕收埋心底。只喺自傳中隱含嘅體會到，有啲感情注定只可以放喺心入邊，與其耽誤人哋，仲不如獨自承受住遺憾。之後，羅君佐都再都冇涉足感情，終身未娶，亦都冇仔女。學友曾經勸佢揾個伴侶照顧自己生活，但佢始終拒絕。未至之前，佢知道自己身體唔好；至之後，更加唔可以耽誤人哋嘅一世。羅君佐嘅一生係苦難同堅守交織嘅一生。佢出身貧寒，童年嗰時候就需要兼職幫補家用，中年託失雙親同兄長，成為孤家寡人。晚年飽受住病痛嘅折磨，3次截肢後依然樂觀嘅面對。情感上歷經遺憾，卻始終保持住真誠同善良。
佢嘅演藝生涯從冇大紅大紫，卻憑借住30年嘅堅守，塑造咗上百個經典角色。從配音到演戲，從編劇到模仿，每一份工作都全力以赴，成為 TVB 不可或缺嘅金牌綠葉。佢嘅一生冇驚天動地嘅成就，卻用平凡嘅生命書寫不平凡嘅傳奇。佢冇圓滿嘅人生，卻用堅守同善良贏得咗所有人嘅尊重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